透过台北艺术工会的牵线，由安诚餐饮集团甲安和国际贸易公司在1号上午分别捐赠一台20人座的中型巴士，甲9人座的医疗服务车，予基美医学中心。两间公司的执行长甲董事长嘛特别揽下，由院长邱仲庆来代表接收。他们有发觉这个台南地区这个地方有些偏乡的医疗的需要，所以他们很慷慨的捐赠给我们奇美医院1辆中型的巴士，1辆这个9人座的这个小巴士。那我想这些车子呢，对我们台南地区这个幅员广大，我们要服务一些比较偏乡的民众，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医疗呢，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帮助。这次捐赠的想法是为了想要帮助一些弱势的族群，还有一些身障者的一些就偏远地区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想一下偏远地区的医疗比较匮乏，所以想要回馈一下社会，然后把我们安诚的企业的想法跟理念推广给社会这样子。基美医学中心的院长邱仲庆表示，病院多年来服务丰嘉南，甚至屏东、台东、甲花莲等偏乡的医疗服务，减轻民众就医的不便。有了企业的捐赠医疗服务车，未来将持续提升服务的量能，希望会用帮助更多偏乡的医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